Hello， 大家好嘛，又係我 Kenji 啊，今日又係我同拍檔同大家做啲運動啦。咁今日個主題咧就係平衡力 ，OK？ 一啲單腳支撐啊，唔穩陣嘅東西。咁咧好簡單，你真係唔需要工具嘅，你幫我穩定好多個人咧就 OK 噶啦。陣間做4個動作 ，OK？ 咁啊 partner 會同大家一齊做嘅。咁啊每個動作咧，我哋會做3組啦，每組咧就會大概做30秒度啦 ，OK？ 咁過程咧你會唔穩陣嘅，如果你本身咧冇信心嘅。喺啲穩陣嘅嘢隔離做一做 ，OK， 揾張穩陣嘅凳啊、台之類啦、埲牆。如果唔係嘅咧，就挑戰自己，真係用腳掌啊、身體平衡好自己。OK， 嗱咁咧，我哋呢4個動作咧都係由一個一字嘅站姿去開始嘅。咁所以大家麻煩幫我企咗一字先。咩意思咧？就係左腳喺前，右腳喺後。OK， 左腳腳踭掂到右腳嘅腳趾嘅。企個一字，咁你應該開始唔穩陣嘅。OK， 我哋雙手叉腰啦，然之後可能望遠少少，睇下可唔可以穩陣好自己。嗱，如果可以嘅朋友咧，我哋第一個動作就係右腳踏前一步，右腳變前腳，跟住右腳踏後一步，跟住又再重新做多次右腳踏前，右腳踏後，就係咁樣重複複。OK， 係啦，我哋做咗右腳先。咁所以如果你本身係唔穩陣嘅，你幫我企喺度先，可以嘅先至做我而家 partner 呢個動作，前前後後 ，OK， 係啦。咁啊，我哋做咗右腳先啦，每邊15秒到啦。好 ，partner 準備好嘛？好，試下咯，大家企好，咁啊企直啊，雙手叉腰就開始，右腳踏前，右腳踏後。你應該要覺得唔穩陣嘅係正常嘅，我 partner 都會左搖右擺嘅，所以係好嘅訓練，係應該有啲挑戰性嘅。OK， 冇錯啦 ，good。嗱，我哋做多一次咧，試下左腳咯，係啦。OK， 好，翻嚟，跟住 partner 試下左腳擺後先，大家都試下轉腳啦，左腳踏前，左腳踏後，好似我 partner 咁樣嘅，係啦，冇錯。啊，做多5秒，4、3、2、1、0 ，OK， 就是這樣啦，前前後後咁喐 ，OK， 好，咁我第二個動作咯，都係企個一字先，啊，全部都係一字噶啦，所以唔使諗咁多，企咗一字就冇走雞噶啦。陣間我需要你企個一字，然之後左右手交替，慢慢出拳，係啦，跟住翻嚟另一邊手，或者你可以想象拎啲嘢埋嚟都冇所謂 ，OK， 左右交替，但同時下身穩定自己。大家準備好，我哋試下做咯，30秒開始。係啦，你本身唔穩陣嘅，上身喐少啲 ，OK， 唔好轉太多。如果可以嘅，膊頭嘅幅度喐多少少都得，好似我 partner 咁樣，明顯係心口轉向嘅幅度多咗嘅。OK，good， 冇錯。好 ，partner 試下轉腳啦，大家都試下轉重心咯，睇下邊邊好啲。上身動作照舊 ，OK， 係啦，冇錯。5、4、3、2、1、0 ，OK， 好，大家可以企返喺度先，都係一字先，因為進入第3個動作啦，一字企，然之後頭向左邊轉，跟住向返中間，頭向右邊轉，向返中間，來來回回，但記住唔可以快，因為你會頭暈嘅 ，OK。可以嘅，慢慢轉多少少，擔天望地都冇所謂。我哋試下咯喎 ，OK， 好，準備 partner 開始，慢慢轉，係啦，個眼睛咧可以望上少少，條頸微微向上都得，冇所謂，係啦，務求係要自己有啲唔穩陣嘅，係啦，好似我 partner 咁樣，好不規則左右轉 ，OK， 係啦 ，OK， 好，大家試下轉腳咯喎 ，partner 都可以轉重心，企穩咗先，再喐上身，千祈唔好心急。冇錯啦，係啦，左右轉 ，good， 4、3、2、1、0 ，OK， 係咪都有啲唔穩陣？係啦 ，OK， 咁之後咯，我哋咧都係一字企咗先啦，雙手擺喺後尾枕 ，OK， 好似個枕頭咁樣晾住自己。然之後咧，我哋做個側身嘅動作，所以我拍檔而家會轉向左邊，企翻直，轉向右邊。企翻直交替咁樣做嘅 ，OK， 好，大家都試下啦，企穩咗就喐咯喎，開始，冇錯啦，左翻嚟，右翻嚟，冇錯啦，嗱轉幾多你話事，你本身平衡力 OK 嘅，試下側多少少，
唔穩陣嘅輕輕喐一喐都夠㗎啦，都已經唔穩陣㗎啦，你應該覺得冇錯啦。好 ，partner 試下轉腳啊，大家轉重心試下咯喎，冇錯啦，左右交替咁樣喐嘅，係啦 ，good， 4、3係啦，開始唔穩陣啦，應該 partner 都覺得 OK， 好休息，大家雙腳打翻開 partner 都係冇錯啦。咁我哋休息一陣啦，好短時間嘅啫。咁啊，希望大家攞到個感覺就係唔穩陣，尤其是你平時跌倒之前咧，嗰下應該唔穩陣，撐得實咧個情況爭好遠嘅，你受傷風險都大大降低。OK， 好，第二個循環喎 ，partner OK 嘛？好，咁我哋做翻咧踏前後腳嗰隻，都係30秒。OK， 左腳擺前先。OK， 準備好就開始喐你嘅右腳，踏前一步，踏後一步，企翻穩先做下一下，冇錯啦 ，good。係啦，冇錯啦，前前後後 ，OK， 好，翻嚟，我哋試下另一隻腳啊，係啦，冇錯，好，踏前一步，慢慢翻去，你應該有一邊係特別唔穩陣嘅，咁嗰邊更加要慢啲做好佢，唔好心急啊，3、2、1、0 ，OK， 好，唞一唞，係啦，企翻穩先，冇錯啦。好，咁啊 partner 都準備好，我哋接住落第二個動作啦。唔應該好攰嘅，最多唔穩陣嘅啫。OK， 好，第二個動作記唔記得 ？partner OK 嘛？係啦，冇錯，就係一個拎嘢出拳嘅動作。好，一字企好就開始啦，左右喐。OK， 係啦，冇錯啦，係啦，你腳趾會好用力，需要係用力咁樣抓實地下㗎，所以係鍛鍊緊你啲小肌肉啊、腳板底啊。OK。好 ，partner 試下轉腳，大家都可以轉腳，跟住上身做同樣嘅嘢，企穩咗先。好 ，partner 開始，冇錯啦，交替咁樣喐，係啦 ，good。2、1、0 ，OK， 好，休息一陣。好，之後我哋第三個動作擔天望地咯喎 ，OK， 企好咗先，我哋變翻本身嘅重心先。OK， 好，準備好，我哋擔天望地，開始左右轉動我哋嘅頸椎，我哋條頸，冇錯啦。可以嘅話望高啊、打側都冇所謂嘅，但一定要慢啦，好似我 partner 咁樣左右喐我哋嘅視線，但下身都係企穩好穩陣嘅，冇錯啦。好 ，partner 試下轉腳，大家都試下轉一轉個重心，睇下呢邊會唔會穩陣啲。好，繼續啊，冇錯啦。係啦 ，good， 3、2、1、0 ，OK， 好。咁啊，第四個動作咯，都係變翻一字先，係啦，大家可以嘅就跟住我哋一齊做啊，加油！雙手擺喺後尾枕，冇錯啦。然之後做一個側身翻嚟，側身翻嚟，交替嘅。好，準備開始，轉一邊翻嚟中間，轉另一邊翻嚟中間，係啦。嗱，去幾遠你話事？如果好似我 partner 咁穩陣咧，不妨遠少少，側多少少都唔緊要，係啦，俾啲挑戰自己，係啦。如果冇乜信心嘅，企喺度少少 OK 嘅啦，輕輕點一點頭都得。好，我哋轉重心啊 ，partner 試下另一邊，大家都試下轉一轉，睇下邊邊穩陣啲，側翻嚟，側埋我呢邊，翻嚟，冇錯。3、2、1。0 OK 好，休息一陣，係啦，咁啊第二 round 又搞掂嘅咯，我仲有一 round 係啦，咁啊大家如果有頭暈嘅，有覺得本身耳水唔平衡嗰啲咧，千祈唔好勉強自己啊，坐一坐低先，係啦，做翻啲簡單前後腳齋企都冇問題嘅，最緊要攞到個感覺，千祈唔好勉強自己，因為有少少危險性㗎。如果你本身個重心唔穩陣嘅話 ，OK 可以嘅，我哋試下做第三個循環，好嘛 ？partner 都準備好啦，大家都企翻個一字先。係啦，我哋做翻第一個踏前踏後，好，準備開始，前一步，後一步，前一步，後一步，應該穩陣過第一組㗎。你要係攞到個感覺，如果都係唔穩陣嘅，慢啲 ，OK， 做耐少少，好，慢慢翻嚟，好，我哋轉重心啦，前後腳交換，係啦，另一隻腳踏前，冇錯，加油。係啦，上身都係保持端正啊，眼望前方。3、2、1、0 ，OK， 好，
好，我哋接住落第二個動作好嘛 ，partner， 準備好啊！嗱，踩穩咗先，大家下身要穩陣。OK， 第二個動作準備開始，出拳係啦，或者拎嘢啦，係啦。如果叻啲嘅朋友試下手舉高啲，高過個頭嘅，翻嚟嘅，身體轉動多啲，冇錯啦，好似我 partner 咁樣，係啦，轉多少少，不規則咁樣喐多少少，俾多啲刺激下身。好，我哋試下轉前後腳，係啦 ，partner 企好先，大家都試下轉一轉。好，繼續做你嘅上身動作，下身保持穩陣。4、3、2、1、0。OK， 好，冇問題啊嘛。好，之後我哋再落好嘛？好，企穩咗先啊。好，大家都準備好啦嘛，我哋接住落喎，準備開始。擔天望地，係啦，冇錯啦，擔天望地，係啦。咁所以一定要喐慢啲啊，好似我拍檔咁樣啊，如果唔係你會頭暈㗎，冇錯啦，係啦，左右都喐下啦，係啦，望下上啦，望下下都冇所謂嘅，係啦，但係你下身要 keep 住。好，試下轉重心，我哋左右腳交換，大家都試下啦，係啦，睇下邊個重心穩陣啲，嗰邊要做慢啲，係啦，差啲嗰邊更加要穩陣。3、2、1。0 OK 好，最後一個動作啦喎，係啦，雙手擺後尾枕，側身 OK 好，大家準備好就開始啦，係啦，如果有啲朋友本身膊頭緊咧，你可以唔擺後尾枕，雙手擺膊頭前面都 OK， 係啦，我哋做好側身嘅動作已經攞到個刺激㗎啦，係啦，膊頭夠鬆嘅，好似我 partner 咁樣擺後尾枕，係啦，咁啊雙手冇咗個平衡咧，你難做啲嘅，挑戰大啲嘅，所以佢都會唔穩陣嘅。係正常嘅 ，OK， 好，我哋試下轉重心一 part 啦，冇錯，側身，係啦 ，hold 實，冇錯啦，左右都喐下 ，good， 係啦，我哋做多5秒，4、3，慢慢做啊，2、1、0 ，OK， 好，大家都係雙腳打翻開，放翻鬆個人，就係咁樣啦，我哋3個循環。係要覺得唔穩陣啦，咁你攞到個感覺就 OK 啦。記住一切要小心，唔穩陣嘅捉住啲嘢 ，OK， 雙眼打開，個視線端正 ，OK，試下做啦，希望幫到你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